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哋嘅水晶解說系列。講起水晶界入面最具霸氣、充滿勇氣同力量嘅代表，一定非今日嘅主角虎眼石莫屬。虎眼石就好似森林之王嘅眼睛咁，銳利而充滿神采，一直被譽為勇氣之石。今日我就同大家一次過拆解呢個自信倍增器背後嘅挑選攻略同埋能量真相。想提升行動力、防小人嘅朋友，記得留心聽啦。首先，我哋要搞清楚虎眼石到底係乜嘢來頭。虎眼石其實係石英家族嘅一員，佢嘅形成過程非常神奇，係由原本嘅青石棉礦物喺漫長嘅地質變動中，慢慢被二氧化硅取代而形成。因為晶體入面完美保留咗微細嘅平衡纖維結構，當光線照射落去嘅時候，就會產生一種叫做貓眼效應嘅光學現象，睇落去就好似老虎隻眼咁，閃閃發光，充滿靈動感。買虎眼石嘅時候，大家會發現市面上有幾種唔同嘅顏色，各有專長。第一種係最經典嘅黃虎眼，金黃色、帶啡色，條紋就好似老虎皮咁，主打招財同提升自信。第二種係紅虎眼，呈現暗紅色，充滿熱情，可以提升生命力同活力，好適合覺得疲憊乏力嘅朋友。第三種係藍虎眼，又叫鷹眼石，灰藍色調俾人一種冷靜神秘嘅感覺，有助於平心靜氣，增強溝通表達能力，亦都係辟邪化煞嘅高手。好多人問點樣先揀到一條極品虎眼石？呢度分享3大等級指標。第一，最關鍵係睇貓眼效線，一條靚嘅虎眼石，佢條貓眼光線必須要夠直、夠居中，而且要靈動。當你輕輕轉動粒珠，條光線應該要好似活生生嘅眼睛咁跟住轉。如果光線死板或者化開，價值就會大打折扣。第二，睇色澤同光澤，顏色要夠鮮明飽滿，表面要有好似絲綢咁順滑嘅光澤感，唔可以灰沉沉。第三，睇淨度，天然虎眼石雖然唔透光，但要盡量揀少雜質、無裂紋、無明顯黑斑嘅，咁樣能量先會最純粹。講到功效，最常見嘅黃色虎眼石主要對應人體嘅太陽神經叢，佢最出名嘅作用就係激發勇氣同埋增強行動力。如果你成日拖延、猶豫不決，或者面對轉職、考試等新挑戰，覺得怯場，虎眼石可以幫你注入強大嘅執行力同自信心。除此之外，虎眼石嘅能量非常剛烈，係極佳嘅護身符，可以強力辟邪、化解負能量，仲可以幫你擋煞防小人，保護你不受外界惡意干擾。佩戴方面，虎眼石比較特別，如果你想吸收佢嘅正能量，增強自信心、決斷力同埋招財，強烈建議戴喺左手。但如果你最近覺得運氣好差，身邊好多小人，或者去咗啲磁場唔好嘅地方，想利用佢強大嘅氣場去辟邪、擋煞、排走負能量，根據左入右出嘅原理，呢個時候就可以選擇戴喺右手。保養消磁方面，虎眼石就好似老虎咁陽光，非常之中意大自然嘅能量，佢好適合用日光浴嚟消磁充電，曬1-2個鐘頭太陽，可以令佢嘅能量更加活躍。另外，放喺白水晶簇或者紫晶洞消磁都非常之好，不過要小心避免接觸化學物品。沖涼同埋噴香水嗰陣最好除低，以免破壞佢表面靚靚嘅絲絹光澤。總括嚟講，虎眼石係一款充滿陽光氣息，可以為你帶嚟勇氣同保護嘅強大水晶。無論你係想喺事業上衝刺，定係想防小人保平安，佢都係一個非常可靠嘅守護神。大家去揀嘅時候，記得要慢慢轉動，感受下嗰種一眼萬年嘅貓眼效應啦。多謝收睇，對虎眼石有疑問，歡迎留言話俾我知。記得撳個 like， 分享俾需要滿滿勇氣嘅朋友，仲要訂閱頻道，打開小鈴鐺呀。我哋下集見，拜拜。